第28集地狱。会议中，甲鬼王抓起来。即摆拖汤毋敢伤靠势，惊参龙娥迄届共款，骹步踏错，就甲皇帝仔的风喙电条条。皇帝仔有光走出来，红艳艳的光。拖汤看到鬼王的乌影揪甲真细地，伫内底撞来撞去。这个时阵，去互拖汤弹入去的大刀、画戟、花枪、蛇矛转变出来，交鬼王手举的旗仔小讲，真甲乒乒叫。拖汤掠做伫咧看皮狗戏，伶俐的拖汤紧来开骹行，想讲转去大士爷庙，甲皇帝仔等去观音的面头前，凡说危机就该拄啊！伊对市仔后冲出去，倒滑来到10间仔，就是路口的舞台区，佮倒滑直直冲去大士爷庙。毋知安怎，伊感觉手底烧烧，硬一个，我咧！皇帝仔袂输火红色的锅仔顶，温度熊熊窜悬，拖汤高不将甲嗅掉。落土的皇帝仔拿大粒卵踩伫涂骹，按火红色当做金黄色，佮正做孔色，落尾布乌金。拖汤开剑起来，准备好势，等待鬼王独就而出。料想未到的代志，伊煞看到地狱，七爷八爷行出来，甲一群人牵来阎王头前审判。了后，一个一个掠去刑，情景恐怖，阴声惨切。拖汤看到会惊，毋过目睭珠啊无法度按地狱图煞开。生了歹在的鬼啊，来甲做歹代的人凌迟。有的乌心脏，有的肚腩后，有一个野家天南口面，报面鬼飞一支刀出来，甲伊的头剁掉。拖汤惊甲要死，毋若凊官，是大饼官。细支讲伸出来，一边是鬼分甲碰西西的喙皮，迄边是火烧旺旺的大灶，灶内底徛一支粗佮悬的铜条，有人去互白点顶头，故不离将抹咧。灶火愈行愈旺，铜条愈来愈烧，人的面皮疼甲走形去。拖汤鼻着肉去互有甲臭鸡搭的味，伊行甲倒退后，弄着大士爷庙的骹仔来跋倒，伫两支龙条。两只石狮仔中的正门口倒摊笑，打头看到门遐下骹，迄新倒的茶条金死死，两块茶一边一个对对，内底刻的甲伊头拄仔亲目睭看到的地狱图一模一样。皇帝仔就来背起来，展开是一条红缎，有刀形晕晕出现。当然是鬼王，按平面正做铺面，恢复原来的模样。拖汤惊甲骹软去，徛袂起来，坐踮涂骹，毋知如何是好。伫皇帝仔内，鬼王的旗仔剪甲断去，红色的指甲分一个乌去，目睭幽圆银凹凹，头壳遐一对尖角，发出死光。要取拖汤的性命，真正是天公仔囝！死光射着飞天冠，保护着拖汤的头，好佳哉无代志。毋过这对石鼓煞宝去，无路用啊！鬼王随村来扰，要甲送拿后，拖汤甲良好遐酷个精神，带动伊无力的双骹紧来选。伫面乡，大士爷新尊坐踮伫椅桥。有信众护持，要来去化火。大旗队做开路先锋，带阵头为10间仔的舞台出发，行成平路，正越中路路，经过宝成大帝庙口，行西安路直直去，规个面乡街仔客甲无路，炮啊声无停煞。下街这场闹热来到上尾高潮，阿嬷。手举3丛香，对阵头去送大士爷化火。
嘴细细念：地鼠爷伯啊，你都要带遐个鬼啊升天啊！千万唔通甲我的孙拖汤牵去吼，爱幸我哦！细细念往细细念，阿嬷敢若看到拖汤的影，伫人甲人的空旁软来软去。阿嬷精神死来，用手甲头前的人hộ开，讲：闪！我的阿孙伫头前，莫甲我动啦！伫大鸟。拖汤穿良好鞋，鬼王嘛穿鞋伫后壁喐。人鬼伫大鸟家的巷仔内走相喐。拖汤掠过昏倒伫涂骹的妖魔鬼怪，时代伤营养，有的鬼袂输地某遐大箍，有的为着减肥三竿仔直高，这阁无大紧。上晦气的是妖怪，魔神的身躯高竿仔壁倒。白蛇精是拍家的水管，拿刀子啊，规身躯全刺，佮爱去闪鬼王写出来的死光，拖汤愈走愈喘，愈米愈行，袂输伫大鸟米小炊。因行过历史的街仔路，拄着打麻社原住民的祖灵，病死夭死的罗汉骹，将转病的义士，参日本人输赢的历史，地动去互地死的亡魂。互美军伏击冤枉死的台湾人，阁有算袂清伫打鸟地头鱼的粉片，全倒点涂骹，等待上尾超度。赤炎炎哪太阳的鬼王降落涂骹，世界却黑暗面，拖汤哪走哪跳哪闪，看到西边面有光浮出来，色水含泡影，袂输大海遐宽阔。拖汤知影。嘿，就是去互鬼王拍落涂的开台之剑，是伊上尾的寄望。冲啊！拖汤进旁边冲落去，规堆生甲含伊共款的黄酸囡仔伫涂骹爬。原来顶家、下家囡仔谱拢相像，夭寿的囡仔嘛来人间接谱啊！冲到某一个世界，看到高一只囡仔鬼拍点涂骹，拖汤想到妙计，就甲伊迄双良好鞋脱落来，去弄囡仔鬼的骹。良好鞋随来震动，甲囡仔鬼带咧行。掠光的鬼王无甲看真足，钻入去巷仔，就去捉迄个囡仔鬼。拖汤的妙计成功，拖汤啥物拢无啊！连武器含装备都无，伊上尾寄望，就是因阿无装服侍的电神宫传说中的开台剑。烫赤骹，伊往西平面迄拍望的光冲去。